平安。到了，赶快跑，然后看到你，所以我就不用跑，不用跑。不要跑。你刚刚见到人家说头发低低的，我是在骂人的。对不对？一样。如果写那个拼音的话，我会。翻成汉文之后就。不可能。是耶。你爱的裙子嘛飘飘啦飘飘啦，你就无人嘞，你那年咩安尼？上班下班啊！我的口罩。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蓝莓啊。我妈来了。好，我要去那个哈雷，对不对？你吃我还有昨天没吃完。好笑，你把他们。你付的。我没有付啊。啊。我没有付啊。没有付。那你没付？那双鞋。现在是拜王。我喝水喝快餐。你告诉我们他们什么？要算一算。现在。你算一算对不对？我懂我。我有付吗？我不对的，我没有付，他说他没付。我没付呢。没有。你先快点丢休息。当时我们好。你在工厂是王德伟。因为我有写，因为现在看计生报告。我就存在。要干嘛呀？要干嘛啊？你收微啊？你好。你拿来是茶吧？差不多。谢谢了，谢谢。
要不接问题了。还要提供这些法律事项。啊？要不给。你先上去，我把东西拿上去。楼上很冷吗？不会吗？香菇放那个像那个韩国风味。我说我差不多。真的吗？你现在有看韩剧？哎呀，好，记得要睡觉哦。哟，你看，小了，另外一个，你看长发，长发是在你前面那边呢。不想来了，有了，长发是好费力。现在我不要动。我好怕你结果不要用。头呀，那个头，然后那种秃头。哎，对，知道了。我说过你饭在这，我说对呀。你那星期他有好多的。他也有的，先做完以后，他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准备好了嘛，我已经做完了，我已经做了。
不要再吃了。等我打架呢，这感觉我真想打架。这个流程念歌词，对，这今天走。起床读日期，起头。这个就是这样的不念。没有啦，很短。抄不来。啊。你跟我说是要尾奏。没有了，祝福诗根本就不用尾奏啊。最后的祝福诗不需要尾奏，直接弹的不是吗？最后一条祝福诗直接就弹啊。对。东医生就直接弹了，几个音就弹了。对，你要直接弹就可以的。对，就直接弹啊，我记得就是这样子。好，都没有人，没有人，我们开始。一个。我们都给他唱下去，人就来了。音乐先唱这个。今日这天的主日祈祷会要开始咯。先来吟进入我心两遍。首先，为着咱的心会当伫内面来敬拜上主祈祷。主，我感谢你，伫这个寒冷的天气，我会当平安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虽然武汉肺炎的疫情扰去世界大流行，但是你互阮的心是平安的，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我要避伫你的膝盖内，享受你的保守甲看顾。阮为了安尼，阮感谢你。过来，为着咱会当用清洁的心来交替上主祈祷。主，你的保护洗清阮的罪过，你用慈爱甲怜悯赦免阮，疼惜阮。你赏赐阮清洁的心，健贵的灵。我要用这种被哪洗的心情来调皮你。
者，为着咱的喙会当欢喜，无路上主祈祷。主，你予阮有喙，就是要爱阮将你好的代志传扬出去。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帮站，是阮的力量。虽然地会改变，关山会摇动，大海有波浪，但是阮也无惊惊，因为知影你听你的听字，你要死路拯救，我要学努力。过来，为了咱的健康，让清楚听见上主的声音，祈祷。主，你创造阮的生命，并且做阮的保者。阮是你草场的鱼，你不但供给阮有牛草通食，也引带阮途前的路站。阮也认捌你的声，求你开阮的耳孔，互阮拢通清楚听见你的指示，并且照你的指示一步一步来跟随你。过来，为着咱的目睭会当注目伫上主的荣光来祈祷。主，世间的荣华富贵，常常会引诱阮，阮一个无小心，就会去行着歪错的路。求主互阮单单注目伫你的荣光，依照你的教示来赢过魔鬼撒旦的引诱，用上主的话语来做中心，伫圣神的引带下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最后，为着咱会当完全领受上主的教示来祈祷。主，阮求圣神充满阮，感动阮，光照阮，互阮有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教示，用安尼来互阮的性命更新，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新造的人。阮安尼的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最后，咱过来吟诗，献诗，我的心真幸福，第两遍。
在这风流我心君与我是心，在这风流。感谢基督会大家。今天不是我。因为唱这首歌好累啊，他一直在我脑子。我觉得最烦是黑子多压强，今天唱到有声。是不是少一张？好像蛮多的，因为早上弹吉他啊，不是拉好一起，谁要来拉？然后4楼会拉，他现在不拉。2点了，还没有做完礼拜，你看看你们多会多，做了那么多个小时了，你今天不是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就是半夜。这应该是下午了，看这外面一早很多。没电，没电。对啊。我操！都到他有去。咱当进来记得，做上帝，阮感谢你，
阮的工地这里早起搁再一摆来到这里面去，咱伫遮一个敬拜，先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很稳定，总是阮知影，阮为了热心来调片你，你要互阮做一摆来得到平安，互阮伫这个盛会的中间，因为到你的连接，阮搁再一摆。来领受你的所带的温暖，那阮就今仔日的礼拜，生活有信心，本就上帝是阮锻炼，我让阮所付出的时光，也通感动，有一些兄弟一直快乐，伫礼拜中间，搁再一摆来敬仰上帝，阮就在这个时间特别。求你锻炼因错，你的分球各自的这个方面。大观音的囝，伊就将因光开了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就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因光归乎伊。用圣洁的灯塔敬拜耶和华，多上帝。信息第24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咱伫伊面前。我着谦卑承受真理，是写好了伊极大的慈悲，主上帝全是神的无限，主上帝至大，无所不咱，将来去。至尊的主宰，上帝是。
信息后壁面第1041条，第43篇，就是以赛亚书上章，咱大家当心来听。伫迄日，你会讲，我会感谢你。虽然你有对我受气，你的受气已经煞，你有听对我。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我可以就拢袂惊。主上帝是我的归力，我要唱歌和乐。伊是我的救主，伊是我的上帝，我要和乐伊。伊是我祖先的上帝，我要尊伊做大。因为你救我的水槽，欢喜之水。伫迄日，你会讲，感谢上主，有伊的名，将伊所做的地方保佑。讲伊的名已经受尊重。并着唱歌和乐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著。万界良知天堂好天的，住伫锡安的人啊，就欢喜唱歌。以色列上帝，你勇敢真伟大。请咱大家打个拍头来祈祷。主要叫咱天父上帝，有满心感谢伊信心的带领，咱正常者，伫2021年1月主日，来到伊圣殿，谦卑敬虔的心来敬拜和乐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为过去一年中间，阮所经历主你所享受的恩典，来献上阮的感谢。
特别感谢主你对台湾这土地眷顾甲怜悯，自去年到今，全世界拢因为新冠肺炎的大流行遭受真大的灾难，但是也因为你的稳定甲看顾，台湾的疫情当得到真好的控制，然后徛伫这个土地的咱，会当享受你所想顺的平安。不管是你经济上，也是伫阮日常的生活中间，拢无受到真侪影响。也因为这台湾伫疫情控制中间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甲成果，互全世界搁再一摆来看起台湾、明白台湾、重视台湾，还有要感谢主。伫新的一年，阮恳求主，你继续伫阮的中间，对年头甲年尾。拢有你的看顾，陪阮同行，也因为你是阮的保护师，是手伴，阮的倚靠，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无因为疫情来造成人甲人中间的隔离，也恳求主来保守阮伫主的疼中间，会当彼此结连，搁较相向。恳求主你使阮怜悯，互疫情会当真紧来得到控制。特别是进入冬天，阮看起遮侪国家的疫情，搁再一摆来变严重。恳求主，你赏赐智慧能力，互每一个领导者，拢会当有正确有效的作为来处理遮个灾难。也求主你来赏赐智慧，互遮医疗专家甲研究人员，帮助伊开发，甲生产搁较侪疫苗，互疫情会当赶紧得到控制，防搁再受到病毒的捆绑。除去阮心中所有的惊惶甲不安，亲爱的天父上帝，虽然阮毋知未来会安怎，但阮坚信一切拢伫你上帝你的掌权之下。当你甲阮同在时，每一天拢是平安的。求主你赏赐，互阮有敬虔谦卑的心，互阮会当了解家己的软弱，愿意全心全意来倚靠上帝，来得到内心真正的平安。主啊，阮要来为着阮所疼、所关心的人，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祝福甲代祷，特别为着久久无来教会，也是也毋捌明白主福音的亲人甲朋友来代祷，求主你来引带因，互因有一日会当到阮三角来亲近你、敬拜你。主啊，阮也要来恳求你怜悯辛苦白疼、心情软弱的兄姊妹。求你施展你的大能，互因的鼻痛会当得到医治，也互因的心灵会当得到安慰，充满平安甲喜乐。最后，阮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我的天父，我的良心，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之下，一切亲像你，我的心来我，下面我的保护，亲像我的下面狗我的人。我的超人的心，因为我的厉害，因为我的灵更高吸收，来感恩自己。阿门。享受上帝的话赞美，你圣歌对所要赞美的诗歌是，就出大声向上帝唱歌。我
大家来看圣经上的话，今日经文是一直约翰福音1章第40到46节，咱大家做伙来领受上的话。听约翰的话来对耶稣的人，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伊大身拄着伊兄弟西门，甲伊讲。阮已经拄着弥赛亚，翻译就是基督，就带伊就问耶稣，耶稣看伊讲，你就是约翰的囝西门，你要称作希伯，翻译就是彼得。我记日耶稣要去加利利，拄着腓力，就甲伊讲，缀我，腓力是别塞大的人，甲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拄着拿但业，就甲伊讲：摩西一直律法甲遮的先知所记的，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瑟的人耶稣。拿但业甲伊讲：拿瑟的敢会出啥物好物吗？腓力讲：来看。即马要请咱本堂的。牧师、各牧师来为咱进道，今日伊要进道的题目是天上地的立位，咱拄着。来，先弟兄们的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真寒冷的天气，也配合来参与礼拜吼。真正讲天气寒要出门吼，爱丢除介久吼，讲要起床爱丢除介久吼，要搁出门吼，总是上帝咱即款的恩典，互咱通过礼拜甲伊连接，这是咱真做基督徒真大的福气。所以望咱伫遮的敬拜，会通温暖咱的心。互咱得到上帝伊话语的鼓励甲帮助，咱同心来祈祷。
主阮的上帝，我已经欢喜着头先来到你面前，像我知影，阮是有福分的人，阮要伫遮较敬拜，听听受你的话语，完成神的时阵，大大充满伫教会中，互阮每一个人通过圣神的帮助启示，阮会通伫你名得到勇气，祈祷奉靠最后所必得生命。阿门。自细汉，咱拢有欣赏的对象，亲像讲某一位歌星，倒一位电影明星，还是讲某一个政治人物。我相信，当咱有机会亲目睭来看到因的庐山真面目的时阵吼，一定会真欢喜，用各种的方法，想要甲因有迄个近距离的接触，甚至找机会会通甲因摄影，和因留念。当去年7月30日，前总统李登辉先生伊叫以后，差不多咱若有脸书的人看到足侪人就会将过去应该李前总统的相片做伙翕相相片，就讲展出来，互人看到通过安尼会通互咱知影讲伊真少了，李登辉总统总是。咱认真来去思考是毋是因挑故意伫遮相片出来展互人看，互人知影讲伊进前甲总统的关系遮尔好才会通做伙摄影翕相记得我伫大学3年的时阵，我迄时阵有一个真有名的歌星叫做伍佰，在咱